此卡哇、小白同埋兔三個人由漫畫初期去到而家出生入死過唔少次，每次事件都令到友誼升華。但係最近嘅漫畫似乎出生入死嘅冒險篇章減少咗，反而一齊出醜嘅篇章有唔少喎。或者呢啲搞笑嘅瞬間先係真正令到友誼再升溫嘅關鍵嚟㗎。今集就會講解呢一啲可愛嘅出醜 moment。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留言同埋 like 支持呢個 channel 啊！大家都知道喺漫畫初期，小白咧成日都會搞錯一啲字嘅發音或者意思，好似啱啱識字嘅小朋友咁樣，好可愛㗎。譬如查魯咩啦就講咗做查啲咩啦，Chi 咧就唔好意思糾正佢。冇幾多之後咧，小白就面紅咁樣同 Chi 坦白翻，原來嗰陣時自己講錯咗。不過 Chi 當然就完全唔介意啦，更加一齊為查魯咩啦歡呼啊！之後咧，小白都曾經將 Okashi no Machioka 呢間鋪頭嘅名停頓位搞錯咗，令到 Chi 咧一度以為係一座零食之城，結果原來係間要俾錢嘅零食鋪嚟㗎。直到盔甲人糾正佢，小白先至意識到自己原來讀錯咗個停頓位，唔好意思個樣咧真係超級得意啊！其實咧日文發音相近嘅字好多，所以咧誤會都係好正常，唔係因為小白蠢㗎。Chi 都曾經誤會過。蒸蛋糕嘅蒸しパン係松包蒸しパン，其實讀音基本上幾乎係一樣嘅。後尾咧先至發現實物原來係番薯蒸蛋糕，先至唔好意思咁樣話其實自己想食啊。呢啲讀音引起嘅小誤會其實好可愛，而且解開誤會之後咧，其實邊個都唔會笑邊個啊，亦都唔會特別在意咁樣嘅。之後咧就係我睇完之後直接入坑嘅爛頭仔篇啦。當然呢個名咧係我自己改嘅。其實咧成個故事係 Chi 自己剪壞咗自己頭髮嘅故事。相信好多人都經歷過咧剪衰自己執音嘅事啦。原來 Chi 都係一樣嘅喎。有一日咧，小白同埋兔就去拜訪佢，發現佢個頭剪衰咗喎。原來係前排咧 Chi 嘅毛量突然之間好似飛鼠同埋小白之前咁樣增加咗好多。但係咧天氣開始熱，就噏咗啲汗疹出嚟，於是咧就嘗試自己剪毛，但係咧就剪衰咗喎。於是咧三個人就去到戶外啦，打算幫 Chi 仔剪頭髮。其實係全身嘅毛都係要剪嘅，唔止係頭髮嘅。咁首先咧就由小白開始挑戰，不過小白話佢係第一次剪，令到 Chi 有啲不安，未開始剪咧就已經閃開咗啦。於是小白咧就交俾兔哥嘗試下。兔哥咧仲舐咗下把鉸剪先至開始，嚇到 Chi 大叫。不過咧乾脆利落嘅手法好似非常專業咁啊！直到咧遇到一忽剪唔開嘅毛球，兔咧就去咗拎電動剪髮器。不過咧好驚自己啲毛俾人剃光鏟光嘅 Chi 咧就大叫唔要，拒絕配合啊！咁啱盔甲人路過，唔知點解咧 Chi 就乖乖地俾佢剪啦。最後咧順利剪完，但係個比例咧好似瘦咗幾圈咁啊，好搞笑啊！由呢一篇可以見到咧，Chi 仔出醜嘅時候咧，其實唔介意俾小白同埋兔知道，亦都會揾佢哋幫手。但係信任度不足啊！其實個人覺得咧，如果俾兔哥剪嘅話，肯定會好過俾盔甲人剪嘅。不過咧之後嘅經歷咧，就真係令佢哋更加團結啦。啱啱都講過啦，小白咧不時會因為睇錯或者讀錯一啲字引起誤會。今次嘅故事咧都係因為咁樣而展開嘅。興趣係抽獎嘅 Chi 仔今次又準備參加一款脆脆零食嘅抽獎啦。A 賞就係吸塵機，B 就係高湯包。Chi 咧本身係想抽 A 賞噶，不過小白話想要 B 賞喎。之後咧 Chi 就再抽多咗一份 B 賞，話如果抽中咗咧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啊。加埋兔畫嘅呢個五角圖表加持，不出所料 Chi 仔又中獎啦。咁根據翻之前嘅約定咧，Chi 仔就好細心咁用保鮮袋將啲高湯包分裝俾兔同埋小白。兔收到之後咧，仲大力咁索啊，真係笑死人啊！之後有一日，小白走去揾此卡哇，話發現咗有一個收集高湯嘅活動啊，贏咗咧就會有豪華獎品。於是就想用之前抽到嘅高湯包參加活動啦。去到活動當日，兔哥咧就拎咗一煲綠綠地嘅嘢，雖然內容物不明啊。但係佢哋嘅目標好明確，就係要贏。於是咧，佢哋喺隊名嘅地方就寫咗斗大福啦。但係咧，人哋嘅名牌全部都係後空翻啊、模仿啊等等，完全唔似隊名咁樣嘅單字啊。喺等待嘅期間咧，小白漸漸不安，然後察覺到原來係自己搞錯咗啊，唔係高湯 dashi，而係 dashimono，係表演啊。
三個人隨便就填咗斗大福落去啦。原來呢，要填嘅名唔係隊名，而係表演項目嚟㗎。結果三個人就嚟要上台啦，小白仲喺度傻更更咁話：乜用茅乃舍嘅高湯表演都唔得㗎。感覺呢個時候嘅黐仔呢，已經係徹底無語㗎啦。結果三個人呢，硬住頭皮上台啦。台下嘅小可愛呢，就因為之前嘅表演而嗨到停唔到落嚟啊，不斷咁樣喺度跑圈。小白講完表演項目係斗大福之後呢，黐仔就突然之間醒起可以用自己個 pat pat 扮斗大福，跟住呢就扮咗個斗大福出嚟啦。但係呢個時候呢，兔哥就走咗喎。唔通緊急關頭，兔哥為咗自己嘅顏面，決定掉低佢哋，快啲閃人。跟住呢，小白就繼續喺度介紹斗大福啦，黐仔就繼續喺度扮斗大福啦。然後盔甲人同時就煩惱緊點樣可以叫停啲觀眾小可愛。呢個時候呢，兔哥就拎住嘅士爐同埋一堆試飲杯出現啦。兔哥果然係有義氣噶，喺咁樣衰嘅 moment 竟然願意返嚟救場啊！兔哥呢就喺黐手上拎咗一個高湯包，加入咗去煲迷之綠色湯之後，香氣大爆發。勇敢嘅小白試飲咗之後，發現原來係好好味嘅。跟住呢，大家就漸漸俾呢個香氣吸引而停低咗呢個騷動啦。小白呢就開始為咗誤會呢件事呢，就同黐同埋兔道歉啦。不過呢個時候，盔甲人就走過嚟感謝佢哋，令到場面冷靜返。之後三個人仲攞到參加獎，就係朱古力金幣啦。呢個時候，小白就問兔：其實呢，你煲綠色湯到底放咗啲咩落去嘅呢？兔哥露出一個耐人尋味嘅表情，就轉身走咗啦。大家又覺得到底煲咁嘅湯加咗啲咩呢？三個人齊上齊落，共同進退嘅經歷，令到友情又再升華。人生有願意陪你一齊出醜嘅朋友，其實真係好難得㗎。之後仲有一次呢，黐仔可愛嘅出醜經歷，就係有一日黐仔喺屋企發現一堆可疑嘅粉末，應該係傳說中嘅害蟲胡椒蟲嘅粉末啊。佢就買咗啲類似曱甴屋咁嘅嘢驅蟲，成晚都瞓唔好。結果第二日啊，胡椒蟲成家嚟晒，打包咗曱甴屋入面啲食物，仲向佢噴胡椒添啊！呢個時候呢，黐一路打乞嗤，一路奮力咁樣揮動隻手入面嘅熊仔，嘗試趕走佢哋，不過唔小心卜中自己，暈咗添啊！呢個時候呢，兔哥咁啱路過，聽到聲，打開門一睇，發現呢個暈咗四腳朝天嘅傻黐，即刻呢就嚇咗出聲啊！之後三個人聚會嘅時候，黐就將屋企出現胡椒蟲呢件事話俾小白知。呢個時候兔哥出現，聽到佢哋討論呢件事啦，就即刻瞓喺地扮呢個四腳朝天嘅黐仔啊！呢個時候小白都笑咗，但係發現呢黐塊面由粉紅變深粉紅嘅時候呢，就叫兔：喂，不如適可而止啦！黐呢為咗唔好破壞氣氛，竟然豁咗出去，主動自嘲，扮翻當時四腳朝天嘅姿勢喎。睇嚟呢，面對好朋友嘅嘲笑毫不介意，更加學識自嘲嘅黐，除咗性格上嘅突破呢，都可以睇得出三個人已經變得更加熟啦。而樣衰嘅嘢又點會去到呢度就完呢？如果大家記得喺酒之格史解說嘅呢一集曾經提過嘅漫畫，三隻嘢呢曾經試過因為唔小心食咗蛇形怪物嘅有利啊，就係酒心朱古力而醉咗，一路喺度發酒癲，一路玩復太古啊，形象盡毀噶啦。醉咗嘅兔呢，仲意外咁樣對住盔甲佬講咗一大堆嘢，雖然內容不明啦，但係三人呢就一路發酒癲，直到呢黐突然之間停低咗流眼淚啊！原來係當時呢擔心自己又考唔到5級除草試嘅黐呢，驚啲 friend 掉低自己，所以呢就喊咗出嚟啊！當時小白都喊埋，安慰佢話唔會掉低佢，仲話呢凸起 pat pat 嘅兔呢其實都係咁諗喎，因為三個人係好朋友。跟住之後仲好熱血咁大嗌係好朋友啊！結果三個人呢就咁樣喺野外瞓着咗。走醒嘅時候呢，諗翻起一幕一幕好熱血，但係而家覺得好尷尬嘅畫面。小白同埋黐都尷尬咁笑咗啊，而兔呢只係好口渴，好想飲水啫。三個一齊經歷過咁癲又咁尷尬嘅黑材料級別醉酒 moment， 一定係人生摯友啦。想當年同你一齊發酒癲，掌握你大量黑材料嘅 friend，唔知而家仲係咪 best friend 呢？如果想更加仔細咁樣重溫醉酒篇呢，可以睇下酒之格正解說嘅呢條片㗎。
魚三家由啱啱認識到而家，一齊經歷咗唔少一齊出醜嘅 moment， 仲從唔會嘲笑對方進化到會用力恥笑，而且呢，即使被恥笑都會自嘲化解。呢種友誼嘅變化真係令人越睇越着迷啊！大家又有啲咩其他次卡哇角色出醜嘅 moment 覺得特別可愛嘅呢？一齊留言分享啦〜